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。要饰演一个总统，其实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去。好，中间这里我们手低一点点哦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。要饰演一个总统，其实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去聚集很多的资讯。你说，当然我们的制作方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说，并不一定要模仿某一个人，只是说让我们自己把那个总统的风范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说，与其说要把它演得自然一点，其实我们还是在演，就是把它演得比较自然一点，比较像个总统这样。那当然啦，当然这个参考的资料里面哈，会有发生很多困难，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参考谁的资料都是一样，他有他的个性，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性，要融入的话，那个隔阂要从哪里去把它分开，其实蛮难的，而且，身为一个总统的角色，他所涉及的事情跟我们一般其实是遥遥不及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。那总统的处事，他应该要怎么样的理政，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解决所有的困难，他要面对的，不管是所有的争斗也好，或者是要对外界的一些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也好，其实都需要蛮大的一个勇气跟智慧。这个在培这边的，我跟他的明争暗斗，倒不如说，其实他也蛮忠于他的一个任务，跟他们当初从军方出发的这个，心里面的一个很奠定的一个出发点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本来就是捍卫国家，那他们所捍卫的是哪一个位置？他们所捍卫的是群众的哪一点？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就开始有，毕竟军方在那个年代会，比较有所谓被称为军阀的那种感觉，那跟你要走向民主之路，这个差距会更大，那中间难免就会有这个权势的斗争啊。我跟他有斗争吗？所谓斗争就是见解不同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见解一样吗？不大一样，很多事情的见解不大一样。对，因为见解的差异哦，所以其实有很多就是说，我想所谓的这个明争暗斗的地方啊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会有一场戏，就是说，那个院长在他行政院里面自己私底下招揽了一些人，就是说完全都是军方的人，开个会，在讨论说，因为他称我为老狗，他称我为老狗，我称他是老顽固。你什么？我们身边都安插的人，是不是？